一、二、三、四。黄昏的天边带着寂寞的味，因为你无踮阮身边，袂停的雨水思念我的关系，相片来找找你。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倒位，靠也有查某人的美。目屎点目睭来面洗来洗去，滴落着变成诗。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亲像金柑仔糖的味。因为你就是我的空气。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爱情的味》，来，我们看一下歌谱来。这首歌是苏露的原唱，苏露呢她的旧名呢叫做苏幼荣所以苏幼荣跟苏露就是同一个人呐这首歌《爱情的味》。作曲是徐嘉良老师，作词呢是李延修老师。这是一首 C 大调 ，C 大调怎么样？就是我们在钢琴上找到 C 的这个音大家有发现吗？两个黑键的左边有三个黑键，再来又两个黑键，再过去呢这个画面上没有呈现出来，但是再过去就还是三个黑键，所以钢琴上就是两个黑空一格，三个黑，两个空一格，两个黑空一格，三个黑，这样子一直的下去那最左边的第一组呢，就是第一组第一组的这个两个黑的左边这个音就是 C 隔壁呢 D E F G A B， 再上去又 C D E F G A B， 第一组钢琴上的第一组我们就叫它 C1， 那第二组呢就是 C2 就是 C2。那我们唱呢，我们这个平常一般都唱的大概都是 C4 或 C5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这个音，这首歌呢这首歌是 C 大调，就是你找到 C 的这个音呢 ，C4 这个弹下去要唱什么？唱哆这是 C 大调，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那速度要唱多快呢？1分钟这个4分音符等于86，就是1分钟要唱86拍。来，我们来进入主歌。来，第一句唱什么？黄昏的天边带着寂寞的味。嗦啦哆瑞咪瑞哆瑞哆啦啦，再一次来，嗦啦哆瑞咪瑞哆瑞哆啦啦，一二，黄昏的天边带着寂寞的味，咪后面还有两拍，那这个两拍怎么办呢？咪它的韵母是一，所以你后面这个咪，后面还要唱两拍的一来。黄昏的天边带着寂寞的味，黄昏的红呢是后半拍黄昏的再一次来，黄昏的前半拍要休息，对不对？来，黄昏的天边带着寂寞的味。停，哆啦哆瑞咪瑞哆瑞二三四，因为你无踮阮身边这身边的心呢是后半拍，那他还要延长半拍才唱那个第一拍下一个小节的第一拍的后半拍才唱边所以心边这个心后面的这个延长的多要怎么办？心来心心这个要闭口心这个字要闭口，心大家念念看，心是不是要闭起来对，所以心边来嗦啦哆瑞咪瑞哆瑞二三四，嗦啦哆瑞咪瑞哆。
瑞二三四，因为你无点阮心悲，因为你无点阮心悲。来，大家读读看，无点。点点不止生这个字要闭口啊，老师漏了画圈圈。但如果你手上有谱，请帮我把它圈起来啊。心边的心要画圈圈来，因为你无点。点啊，这个点没有在我身边啊，这个点也是闭口音哦。这个心边的心也是闭口音。问呢，问这个字比较特别，你要先读发一个呜啊，这个呜要读台语啊，公务国语，台语，客语客语啊，日语的领语啊，要先读一个语，后面再读一个问。来，我们试试看，问啊，你要先读语，然后后面要读一个问，问，哎，这个就这样子，这个字才有完整的读完。好，来。因为你无点阮心悲心啊，这个呢要闭口啊，边前面的这个半拍要闭口，再打边来。因为你无点阮心悲，好，未停的后缀呢也是后半拍，嗦啦哆来咪瑞哆瑞哆啦哆啦。嗦啦哆来咪瑞哆瑞哆啦哆啦二三，好，未停的雨水思念，念空语口啊是个闭口音，我的关系啊，未停的雨水思念我的关系，是啊，后面还有两拍，那习呢？关系后面的一啊，后面的有这个拉长的韵母去拉一啊。未停的思水思念我的关系，过一摆来，未停的雨水思念我的关系，停嗦啦哆啦嗦哆啦，嗦啦哆啦嗦哆啦，你相片来。找找你，这个你呢？哈，前段拍你哆3/4拍，拉1/4拍，后面再连啊，再连一个3拍，所以这个后面这个要连什么？一，来读读看，这个力的尾音是什么？韵母是什么？力，哎，所以你这里后面你的后面要读一来。嗦啦哆啦嗦哆啦，相片来找找你，过一摆来，相片来找找你。好，接下来呢，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多位呢？嗦啦哆来咪瑞哆瑞哆啦啦，哎，跟前面红昏的天边带着树木的味，对，没错，大家听得很清楚，完全一样，歌词不一样而已。来，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多位，过一摆来，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多位，嗦啦哆来咪瑞哆来。哎，跟前面的这个呢，因为你无点温馨夫也是一样哦。来啊，这个靠也有查某人的味来，靠也有查某人的味，啊，这个呢，查某人啊，也后边是音头上，感官嘛是咪后面是一，对不对？靠也有查某人的味，过一摆，靠也有查某人的味。哆啦哆来咪瑞哆瑞哆啦啦一二，嗦啦哆来咪瑞哆瑞哆啦啦一二，目睭目屎点目睭内面射来射去啊，那个这个眼泪呢哈，哎，在那里转来转去呢，怎么样？
最后还是会滴下来，滴落就变成诗了啊，就变成一首诗来。目屎点目睭内面洗来洗去，目屎点目睭内面洗来洗去，嗦啦哆啦嗦啦，嗦啦哆啦嗦啦。地落就变成是成，来读读看，成，所以这个诗的前面这个说呢，地落就变成是五六七，地落就变成是五六七，好。主歌唱完了，来，我们来进入副歌。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起来，咪咪啦西哆来咪咪嗦啦哆啦嗦咪嗦咪，好来。刚才的唱到的变成西啦啦西哆来咪来，好来咪嗦啦来咪嗦啦哆啦嗦咪嗦咪咪，好再一次来咪嗦啦哆啦嗦咪嗦咪咪。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好，来，来，过来呢，亲像金柑仔糖的味来，嗦咪瑞瑞哆瑞，咪嗦咪二三，嗦咪瑞瑞哆瑞，咪嗦咪二三，亲像呢，亲像有滑音，咪嗦咪亲像来，亲像金柑仔糖。糖，滑音带进来，哆瑞糖，亲像金柑仔糖，下味，搁一摆，亲像金柑仔糖，下味，咪嗦啦，哆啦嗦咪嗦啦，咪嗦啦，哆啦嗦咪嗦啦。因为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就是我的空气。咪瑞咪嗦，好来，这里呢又要停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后话的第四后半拍，第四拍的后半拍来，咪瑞二，咪瑞咪，哎，未晓喘气，这个未晓呢，第三拍。啊，但是它的前半拍也是休息来，咪瑞，咪瑞咪嗦，好，这个穿安气啊，延长半拍啊，穿，好，咪瑞，好我未晓穿啊，穿，后面是什么？穿，好，然后后面亏来了。好我未晓喘气。哦，这样子到这里就停了啦。后面又还有啦，嗦啦哆瑞咪瑞哆瑞哆啦啦，哎，这个跟主歌的第一句一样，对不对哦？但是后面这一句声声口口叮叮就不一样哦。来，我们先把副歌连起来，来，因为爱，来一。二三，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亲像金柑仔糖啊！来，老师唱到这里发现了我的谱有错，来，尾要这个记要唱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咪底下，然后咪呢要拖长一拍，来，我们来唱来，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二，哎，有没有啊？我就刚刚唱的就唱错了哈，来再来
一次来，因为爱儿一直无放袂记儿，亲像金柑嘛糖的味，因为你就是我的空气。予我袂晓喘开，一首歌唱来总有50-60味，这首歌唱来总有50-60味啊！这个十大家念念看，十十是个闭口音哦，所以一定要闭起来哦。一首歌唱来总有50-60味，过一摆，一首歌唱来总有50-60味。好，酸酸苦苦甜甜，这是我们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但是它也是后半拍哦，所以你看这首歌好多下歌都在后半拍哈、哦。嗦啦哆啦嗦啦2、3、4、5、6，停停。嗦啦哆啦嗦啦2、3、4、5、6，停停，酸酸苦苦甜甜来，酸酸苦苦甜甜，停，好。他唱到这边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9小节反复啊，反复我们要从哪里呢？啊，反复我们要从这个这个黄昏的故乡，黄昏的天边啊，这个带着肃穆的味吗？不是，伫遮你有看到反复句好不好？哦，找到了哦，按主歌而来啊，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倒位啊，那个唱呢，个唱歌哈，酸酸苦苦甜甜甜这个小节呢哈，这个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都要唱。啊，可是隔壁的这个延长2拍又停停呢，第一遍没有啊，第一遍有啊，这个间奏9小节也只有第一遍有，那第二遍呢，酸酸苦苦甜甜，2、3、4跳高帽子停。停停，因为爱，接副歌啊，有没有听到这个因为爱就写个对，就是副歌。所以这首歌呢，要唱2遍半，头一遍呢哈，头一遍啊按头前来啊，唱个酸酸苦苦甜甜，然后呢哈。间奏9小节，反复啊，间奏9小节反复呢啊，从主歌而来哈，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倒位啊，咱个继续唱，又个唱个酸酸苦苦甜甜，2、3、4，1、2、3，然后因为爱接副歌，然后唱个酸酸苦苦甜甜，来这看下 FINE 有没有啊？这样对，2遍半就唱完。好，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逐字逐句的教唱第一遍，现在我们就来唱第二遍，然后连后面的副歌啊。来，我们唱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这首歌很好听？是哈。那我要袁老师要提醒大家，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啊，并且呢，在这个影片的下方有个超级感谢，请给他点下去，给岳云老师抖内。抖内是什么？有同学问我，抖内就是赞助啦啊，有大家的赞助啊，这影片你再当继续个一直给大家介绍新的歌，对吧？当然，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给我留言来告诉我，我会想办法把歌谱打出来，然后再来教唱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按照往例呢，有同学反映呢，老师咱按反复拢按主歌2唱，主歌1拢无唱，主歌1拢较无熟，也是啦哈，你有感觉无哈？所以我们一样，我们反复也是从主歌1来等一下唱到最后要跳副歌哦，来黄昏的天边来1、2、3、4，黄昏的天边带着寂寞的味，因为你无踮阮身边，袂停的雨水思念我的关系，相片来找找你。快乐的心情随风飞去倒位，口也有查某人的味，目睭点
啊，对不起，目屎来，目屎点目睭来，面洗来洗去，滴落就变成诗。5、6、7，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亲像金柑马糖的味。因为你就是我的空气，予我袂晓喘开。一首歌唱来总有五色十味，酸酸苦苦甜甜，3、4、1、2、3。因为爱一直无放袂记，亲像金柑马糖的味。因为你就是我的空气，予我袂晓喘开。一首歌唱来总有五色十味，酸酸苦苦甜甜。停啊！今天这首呢爱情的味这个原唱是苏露苏露唱的真好听，不好意思，因为老师的声音没有他好唱的不及他好听。那欢迎大家先到 YouTube 频道欣赏一下苏露的演唱，再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这首这个李延修老师和许夏良老师作品就觉得更有味道今天这首爱情的味都给大家介绍到这，欢迎大家订阅按赞给我抖内，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拜拜。